今日開始呢個保勇這分鐘呢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呢嘅主題，係叫做記憶嘅治療。記憶治療呢係我哋好多嘅人啦。當我哋喺人生嘅當中，或許由小朋友開始，去到大個，我哋經歷過嘅情感上面嘅創傷。無論係同家人有關、同失去有關、同工作嘅轉變有關、疾病有關，各種嘅原因嘅情感嘅創傷咧，都會成為我哋嘅記憶裡面嘅一個嘅部分。喺呢個部分，我哋未經歷醫治嘅時候咧，我哋嘅身體、心靈同埋社交都會有好多嘅影響啊！咁所以咧，有一本書，我會咧同大家一齊嚟到去一齊去學習啦，係一本嘅經典嘅書，叫做《記憶治療》，就係咧喺天主教會裏面咧嘅 Dennis Lin 同埋 Matthew Lin 兩兄弟咧多年嘅經驗。佢哋咧係喺醫院裏面咧去服侍好多年，同一啲嘅特別服侍一啲臨終嘅病患者，亦都帶領好多嘅退休嘅一啲嘅聚會。咁佢哋呢一個嘅記憶治療咧，我睇咗係覺得非常之好。佢講到記憶嘅醫治咧，係透過5個階段。第一就係否認。否認就係咧，我唔覺得我有任何情緒嘅創傷。第二個階段就係憤怒，就係我好嬲咧，嗰啲人點解咁樣嚟到去傷害我，咁樣剝奪咗我嘅嘢。第三就係咧討價還價，就係我諗緊好多唔同嘅處境、唔同嘅方法，係點解要咁？點樣嚟到去睇？點樣嚟到去處理好多好多嘅思緒？第四個階段就係沮喪。喺所有一切嘅當中，我開始陷入一個好抑鬱、好低落、好迷失、好冇力量嘅一個嘅狀況。最後一個嘅狀況咧，就係接受，就係經歷過所有呢一切，我嘅內心開始去接受。其實真正最後嘅階段咧，仲有一個階段就係被祝福，就係生命經歷成長蛻變。